今集預告，我鼓起最大嘅勇氣，揀咗2隻氣威森嘅馬做馬膽，開片。Hello， 大家好，又嚟到 Nat Chan 頻道嘅時間啦。咁呢集節目呢，就係 Nat Chan 馬膽嘅。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2場賽事，每場賽事揀1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大家知道啊，呢個係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頻道啦。每次賽事提供馬膽之前，都會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嘅。咁啊，上次賽事啊，10月1號國慶日啊，第2場標誌極光第一隻馬膽啊 ，YouTube 馬膽啊 ，YouTube Nat Chan 馬膽免費發放嘅1.7倍順利贏馬啦，咁就冇乜特別啦，1.7倍。咁啊，第2隻係第9場嘅天星2.4倍。呢隻馬咧初時驟眼睇落咧，我以為佢跟急咗嘅，咁樣13檔定13檔啊嘛，好似10零檔啦，唔記得咗10幾檔啊。咁鏟上前守住2搭3位，咁我本身以為佢鏟得快咗，鏟上嚟，但係睇翻段速又唔係咁嘅情況，翻到嚟捱唔到。要再觀察我呢隻馬，我覺得呢隻馬唔係咁差嘅，唔知係咪突然間早段用多咗拍埋嚟啊，定係還是隻馬已經唔係咁適合放頭，都係後上會好少少，可能係咁樣樣。再觀察啦呢隻馬嚇，咁啱啱呢場就直情係非常失望。咁啊，上次嘅 Nat Chan 冷腳就可惜少少，第5場嘅風起雲湧又係落飛落到7.8倍啊！僅僅俾人啄咗個第3去，得到個第4。其實就發揮你話大唔大問題，唔係太大問題嘅，咁都可以嘅跑第4，都係2-3-3-4-4啊，贏唔到嘅嚇，跑好啲嘅話都係。咁啊，第6場係旋風傳奇落第嘅。上次高出賽後馬6場中國心落第，今次有1隻高出賽後馬第4場嘅獨步天下俾大家參考一下。事不宜遲，講下聽日賽事第一個場次。第一場次我揀第4場嘅，第4場嘅馬膽我揀12號嘅龍城強將。呢隻馬就熱咗身啦，上次賽事值得睇睇嘅，咁佢就輸俾勁沙塵呢場。當日場地就偏向均勢嘅，冇乜即係公平嘅場地啦。咁龍城強將就抽咗個6檔，但全程都係3碟。兜咗個大彎翻到嚟，湧一湧，跑個接近嘅第5，唔係用咗好多力，腳程就嘥咗啦，力就唔係用好多，咁啊點到即止跑個第5，咁啊減咗1分，熱咗身，抽檔理想變翻1檔，咁所有情況都幾配合咯，所有條件，咁揾翻去做馬膽。配嘅選擇，第一隻我揀5號嘅活力精神。嗱，呢隻馬如果上次係參加咗臨場分析嘅朋友知道我係做咗配腳嘅，因為我臨場係有啲古惑飛嘅，咁古惑飛得嚟佢都有110倍，衝上嚟跑第4。呢隻馬上次就雙賺嘅，你又要估呢樣嘢喎，雙賺啊，賺快步速，賺中外踏冚，但係始終都係跑第4咧。呢場賽事水準唔曳嘅，做好自己啱啱都跑得好啦。星運笑着都其實再出係跑第幾，我唔記得咗，再出睇下先。跑第2嘅，所以呢場水準係唔曳嘅。咁熱過一場新希望好咧，檔位亦都係比上次理想嘅。要挑剔就係上次明博嘅110倍都咁話，佢係明博嘅，博失咗，會唔會隔一隔沙先咧？呢個係唯一問題咯。但係如果你純粹睇佢賽績，你呢隻馬一定要揀拖腳嘅。第2隻配腳係揀6號嘅大千紅心。嗱，呢啲馬就係我都成日會留意嘅馬，就係落個重飛嘅馬，其實呢隻馬咧上季初出嗰場12倍獨贏咧，都係20幾30倍打落嚟飛格嗰啲朋友嚟啦。霍文星發揮得麻麻地嘅嗰場9檔，其實咁跑第4博失咗，跟住之後輸4個半馬位。咁啊，暑假冇乜休息過嘅，都係繼續喺度操嘅。咁啊，啲集試得還可以啦。咁啊，5檔理想啦，拖埋直啦。第3隻配腳咧就揀翻13號嘅特別美麗啊！咁貴福特近排都醒神嘅，咁啊
呢隻馬都減咗好多分喎，你上季未贏嘅，咁上季初59分，而家42分都喺呢個班次，我諗都好着數㗎啦。咁轉咗倉，貴福特而家唔好唔出㗎啦，佢要散招牌攞多啲馬啊嘛，咁所以都搏㗎啦應該，咁拖埋佢啦。咁啊，所以場馬膽就係12號嘅龍城強將配腳選擇。5號活力精神，6號大千紅心，同埋13號特別美麗嘅。咁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講下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啦。咁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咁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咧，去到今晚我諗真係深夜啦，1點啦嚇，1點啦，點零2點啦。咁有全日嘅初步嘅首選、次選、副選啦。咁佢聽日每場賽事開始之前6至8分鐘咧，有最後首選、次選、副選啦，場地形勢、騎令動態、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咁就同時間咧，大家知道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嘅。點解咧？點解我咁着重買星水嘢？因為咧，平時你喺馬會買 WinPay，你一買落去咧，佢就自動抽起支17.5% 咧做抽水㗎啦。咁如何長期戰勝呢啲抽水咧？梗係買星水嘢啦。咁星水嘢第一個方法就係、有時咧大彩池有多寶，咁就通常喺派彩咧都會星水嘅。咁咧第二個情況咧就係買星水孖寶啦。譬如上次中嗰次祝願好有心得，2.25倍祝願好有心得5.4倍，二穿一邊12.15倍，12.15倍孖寶18倍，星水足足48%，就係要呢啲48%、48%或者100%去冚嗰啲17.5%嘅抽水啊嘛。咁所以如果大家對於 WhatsApp 嘅臨場分析或者 WhatsApp 嘅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嘅話，歡迎經過 Facebook、YouTube 或者 WhatsApp 去聯絡我，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但係未必人人啱呢啲臨場分析嘅，因為禮拜3晚咧可能翻緊工，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埋睇我啲投注建議。所以 Patreon 嘅超叻同埋極叻會員非常適合你。超叻會員純支持啦，可以買次選副選啦，足球股票嘅股票入面就聲明同埋魚眼冷腳獨家分享。極叻會員純支持啦，可以買次選副選，足球股票啦同埋魚眼冷腳獨家分享。股票睇面就聲明啦，同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嘅馬分數都會放上 Patreon 極叻會員欄。平時有睇我直播計馬嘅朋友都知呢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㗎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第二個場次第七場嘅馬膽，我喺預告講咗啦，都係希威森第7場精彩復勝第7號精彩復勝，7場7號精彩復勝。呢隻馬就上次贏得幾精彩喎，真係精彩復勝嘅馬如其名，即係一放翻嚟咧，嗱你話咧佢賺咗場地形勢都係咁話，真係放得你嚟贏嘅喎。咁你後邊嗰啲貼住條欄嗰啲，嗱呢隻渾身解數，今次我都會拖嘅，但係渾身解數係落重飛，跟住去跑，諗住掂啦啩，冇，唔知係咪田泰安嘅問題嚇？但係貼住條欄一定有㗎啦。咁佢係賺咗場地形勢，但係都唔使勁到咁㗎。咁今次加11分，咁都冇保留啊！我覺得呢啲大衛斯操好嘅馬咧，冇理由無啦啦又同佢加沙嘅咧。咁呢場又熱咗身，咁啊加11分就其實以佢上場嘅姿態係食得住嘅。咁揾佢做馬膽啦。配嘅選擇第一隻我揀睇先啊，4號嘅英雄豪傑。英雄豪傑上季美王志宏贏係咪應該係我覺得水準都可以喎，嗰場係僅贏咗隻展同威同埋會長之寶。會長之寶依場上場都係輸俾精彩復勝嗰場啦，咁唔差嘅呢場水準啊，唔差嘅。咁啊，今次賽事就加咗5分，但係同樣都係3班。未熱身就打啲折扣啊，但係試閘都試得理想啊，13檔亦都有機會係好跑嘅，咁所以拖佢先啦。第二隻配角係揀翻6號會長之寶啊，上次輸俾精彩復勝嗰場。咁今次有個14檔都好跑嘅嚇。第三隻配腳係揀12號渾身解數，上次係落飛係落到癲咗嘅啫嘛嚇，落飛落到癲咗，落到5.8倍係10幾倍，可能打落嚟5.8倍啡格，跟住精彩復勝跑，跟住入到直路最後階段一滴都冇。我自己懷疑緊係咪田泰安嘅問題，因為潘頓騎呢隻馬，如果上次係潘頓騎手嗰啲位都輸咧，咁大家心服口服。但係田泰安騎呢隻唔知係咪食得唔夠勁咧，即係嗰啲騎
騎術係有分別咧。總之就係跟住一個好靚嘅位翻到嚟冇。不過俾咗次機會啦，因為始終黎超星都俾咗次機會佢咯。咁冇理由我哋身為馬迷唔俾多次機會佢啦，咁咪拖埋佢咯。咁所以場馬膽7號精彩復星，配嘅選擇4號英雄豪傑、6號會長之寶同埋12號渾身解數嘅。咁希望大家將我段片同埋我分析啦。如果中意嘅話，俾個 like 同埋讚我，同埋分享段片俾啲朋友睇睇，佢宣傳下頻道。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都喺入邊留言。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咧，都喺段 YouTube 片下邊留言嘅，留嘅謝謝 fans，我都相當高興噶啦。咁大家留多啲言咧，我回覆多啲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咧。咁佢就會分派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迷睇，更多 YouTube 迷睇咯。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長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喺度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咧，春談賽馬仲要做啲直播節目嘅，例如海馬直播啊、直播計馬論壇啊、職場足球投注分析等等啦，同埋你都而家睇緊嘅 Netchun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咁訂閱我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第一時間知道啦。多謝你哋支持，下集再見，拜拜。